中清长人据应用动官，不得斗类，是指国家短剧安居乐业。宋红，你好！天下之内女子天下，为门为属皆有分工定的，你们谁共负责？公主，恐怕未经选择，你为我算是尝尽苦来。公主死罪，明天的王家内亲红粉彼此，多谢公主千岁，你来做甚？这一时空守候，以收入夫子为名，荣辱神气，追王倾国千多的不怕。在王家面前，我与你都在赌神。女王，你就讲吧。那宋公，他欺人人，当也罢了。他晚上不要将我这龙无非去，你人不能永存无生。那是宋将军，是金坛招上门的。公子，你可要拿点主意才是啊！此人不说，乃是贵为好生之事，怎么经过期忘记你将来了？只为他死苦，我非想一岁走天不来。胡闹你！
无论大海王的家的名人，为你当朝司空。嘿，花王之妻啊，哪有你这个混逆之臣？说真讲，你心中明白。向宋红一片丹心，上情重于国，下情重于民，后来推你儿子宋红，你他王的领导，命官是路虽不易，关键是我人心，你是为家邦。我路不富有张四岁，看似苦，看你做个领导。这位奴归龙上，姑娘不用有奴婆无法度，你给多说什么？不乱想。我将谁关上？快拿我光明了光，我怎么忘记你？全公主。须拜非常在朝堂，公子三月立居在后宫动应前途
不表偏红东，天月光飞三七了，因此王上下诏三如月，天恩浩大三明满，你无言不在路无法去，都是青菜女子少年来，现在你一旦开心里，上阴下有难阻挡，唐家清长文都在王家奴，并将那玉个收量，运多少八八户，莫一门望与多少个月，离山去断当，苦了天家，公一家那与不太年风明风啊，公主里他把在故里的土，女后边当年亲自女皇啊，公主里他把在故里的土，女后边论真的断在大上，公主里他把在故里的土，有比我女的从来从家长，公主里他把在故里的土，有比我女的别子知道，公主里他把在故里想到你就是一生误了青春，因为那张敌人杀他非不义，给咱的花有
下官告退了。且慢，乃是替司空困守。公主在此，哪有下官所为？属下好讲话，请告诉了。据闻司空满国进人在花盖寺，本宫约第4月时去当面指教。这原来君有之中，是此正好，比我是原想在南区接龙待财，此当机灵若龙是万亲戚，这好像是手藏漏书。愿见思路。下官愿何事一生，请公主赐教。是此正好，在本宫与你有谋。多谢公主。下官有早知在身，告退了。司空大人，他慌忙而去，莫非宋红，你枉为当朝宰相，立为上公，竟然是此命的，太不可来！不愿财累碎，官居也财力，相依取着力，纵用孤寡妻。
非常对视，不共相中。
数年来，夫人在疗养家中操劳多长，下官在日不安呀。官人是哪里话来？5年前的今日5年前之今日，不是边临交加，穷路潦倒，在那荒凉之中，
花海风波涛江啊险，情与你那七分姻缘，君陪我托。
第七娘娘，下官倒想起来了。今日早上，范岁问起下官，得知夫人从辽阳而来，范岁说在辽阳认识一个人，要我向夫人当听他的下落。范岁要当听一个人？是啊，是一位名家姑娘。范岁难忘当年那位姑娘的救命之恩啊！报恩之事，我的也罢。是王三江，圣上实质于报恩之心，不法用在天下黎民身上，让百姓安居乐业，甚至报一家之恩。夫人，你官人为其从辽阳带来一件东西，拿来几块话。官人，请看。也是好啊。是今这问，不知夫人是何出自？为妻之间，不是应当此外，应去往事。
好，有道是死而不忘报，此事就是赢了啊！不觉也我们是让胡大人到，呵呵，他来坐在，官上不在，暂请为礼。宋大人，今日是8月中秋，我们得来向大人拜祭。奇怪，郭大人他在光临山下，才会王口。宋大人啊！往日种种。
要是存到身上耳边，那可是要掉脑袋的呀！宋大人，你要冷静地想一想，我每次来你是王弥所赐，这王弥可是不能违背的呀！左一个王命，右一个王命，请问王命无才，你我哪来？哦，我明白了。宋公一女先见机，道不心机一公义，他举眉抗棍天子心啊！好，你当头一道三字，独自终身自开，做到名正言顺。我看他的是到了你的苦水呀！宋大人，你的心意我已见之，待下官为自己身上与大人亲自辩了。告辞。这真是有此理！夫人，果然，老哥哥，把我夸子也都送出来。我不能连累于你，不能耽误你的建造。你还是把我废了吧！
他年过三年已婚配，国王这样3百年，喜的是皇帝为年生银子。国王明年收复失内，不知宋爱卿可曾容下亲？万岁！公主下降，他岂有不允之理？只是宋大人口中明鉴，只怕招人非议。所以皇上圣明，就名正言顺了。君报人间，自古家语，待国王当面施婚，这就名正言顺了。乃是请皇帝与王后进宫是。今天牛做家海娘，他今生爱民好在我，你表百万走去当，四只灯彩帽上去的天乱子，真是我心之城把你不拿郎，今日巧遇得家。北北王妃就在这自怜之后，小受国王之有道理，来宣他司空进宫，他司空进宫。我早进宫3个月。七兄并不见明君，哎，宋红即将我之万岁，夸夸名声，此次并非进殿，你我不必拒绝大礼，请从请万岁。
是此真聪明计，故臣之敬佩。送你去，君保证即时公驾驭，故而请爱卿进宫。那，与孤王之婚，将王记下驾驭你，这是文婚，爱卿以为是后啊。还算咱早有起身，此事不困从你。宋爱卿。国舅之意，诚是有理。孤王私婚，名正言顺。来，你就成了孤王之意吧。对，咱们引进之交，不可忘，早可以加他。你须再去内不成不义之举，是否不能同意？宋爱卿，既然你也并肩之家与我，真不过穷人之一盆穷啊！想当年我妈想你，君子在国罗，听声救你出牢房，我辈是空人情子，穷人相依情一场，今在光青丝婚姻为后亲子从早康，别是相求你不从。为离三公看望空，努力于竞争不明的战中，为政之道先虚心，才大不是爱民同，不在于教归一妻，常应下药被辜负的人貌似精彩意，因妻再去而难同。难道堂堂公子我陪你不放？国舅也是哪里往来？对，国舅来曾家中曾敌人入婚，还望身上迎接。这苦对，咱公子他方明镜，明日就要起退，告退了。
忘记的亲日非同一本，此事只能是不可强求。既然宋红未曾应用，你因我荒漠美景，弄得宫廷上下父臣不知今朝花财，弄得是此难亏。你别到后去！王妃死罪，臣并未强拒，不想宋大人他此发人自坑。宋红的为人，故往岂有不知？臣真岂有此理？万岁息怒，不夸你万岁一片好心，这是办事不急。想寡人只有宋母长帝为良，在那颠沛逃亡之中，与平常加上受长计，为某年轮军期，早已死于沟渠。此际我身为安民之主，今连王家终身大事都做不了事，真正羞耻成大也。乃是这个养父一子。带我去当今东京。喂，你去做人？要是无样把事情闹大，万岁再举起了，小弟我这是却在不起呀！姐姐，你呀，姐姐，你要给小弟拿个主意才是啊！在那里没有办法，小弟我急死了啊！这有何用？哎，你不会在宋红之妻臣之身上怠慢私意？对，趁宋红查访民情，不在家中，将他那糟糠之妻做出京都给宋红去访。如果宋红他执意抗婚，那就让他去见阎王。
这份国体也到，王朝为王姬赐婚，这幸会不那么，就是把司空送红，故而成人来后喜。让朝野横喜庆，不老子天子生好让司空破几天。哦，以宗亲之间，国王这个婚是私人的喽，不但私人的，而且私常好，这就叫做天生一对，一人一双。好，但等这个两人，故要亲自御宴，与众位爱卿同饮三杯。谢司空。现在那是生司空之策，这日归来前来见驾。哦，国王正要召他为君，他都回来了。待故将计相迎，万岁的救之争，一道一程等待老。此次有劳了，与其送大好吧，归来的兄弟，夫人今晚所参谁让你是开不开我能将的母亲我辛苦了。这位大臣，这是为何啊？你是高进不马，一给公义，不得父王之命，他来恭迎亲贵人嘛。送马人请。请。在宋即将母子万岁，爱卿定身，司空谢万岁。爱卿今日这群，言多的是宁情是何？万岁，立志年轻，百名正非，生如佛所被众望所归，今之真定为奴，更是深得人心。好，好一位忠心耿耿宋爱卿，不为忠心忠良人，三月夜兄妹之夜，谁做我一曲，我与万岁龙恩，人此生万功，怎么过才留一丝？爱卿的心里过往明白，你不要再讲了。花红上，看清来这个庄生兄，宋大人亲自送来请啊，有我们真宋大人亲自。奉天正义，皇帝诏曰：司空中红德在皆备，贞洁之举，珍惜人欢，特殊之恩，早为驸马。牛配正式夫人，将为监舍，亲自下恩。万岁后喜万岁。老三子
人正有一事不明，何事？在奉旨查访民情，不曾家中之事，正须人是以为若他监督，难道万岁不知？好，大人一臣请神。回卿，你可知晓？阿爷万岁！有一件大事曾未解其罪。那圣夫人深明大义，为臣君宋大人作为驸马，他自愿作为娘娘娶领。顾大人，我为到家中听郎论过为好，分明是你将别夫人尊为娘娘，真是冤冤气的。哎呀，宋大人啊，那是曾夫人亲口对我言道，她情愿尊为娘娘，你不要轻信府中下人的谎言。万岁，不放他！万岁，你们不要再争了。曾夫人既然已经尊为娘娘，此事愿也罢，想必也谈这事已是此，孤王为曾夫人加封一品，得人知恩也就是了。万岁啊，宋爱卿真的一番可惜，难道你就不懂运作？万岁不忘忘记手足之情，曾是清白。这不过望万岁也替你在此立中，不要将人受难。宋爱卿。求你送罪，爱情啊，曾动此心，心痛的，哪里不到你去话倒是此，臣该万事。稍为朝政大事，谁负他到夫人办事不济，这是心里为重，即朝无视他，真提取疗养之事上不明不白，且听断你之事，是臣实难总明。宋爱卿，你何必是此呢？想你来当朝护公大人，一起动气，欲后不可。那曾夫人不过是民间贫家女子，包其富贵也不所没有她，你何必为此名门小姐而斤斤计较？是啊，俗生之间不与天争。大人夫妻为儿女之间无了大事。那位大人，生人有言，岂可不知？
可不以大万受情理，我不要分你这些的富贵荣华。万岁！自上马外上的是你呀！万岁！定要听信在野必成，听信在野。你我讲，不过，你还有什么不公的？书生死在毛万这走了，讲，哎呀，万岁呀！敌人堂上吃同生命有悔，宋红就在了，抛弃糟糠，吞动富贵的头心，弃逆之毒。再说万岁得成提起疗养之事，是非不平，有强硬之悔，谁能不当？此次堂上准阳出去，天下人民必将是层层要有，议论纷纷，上一道商量不争，下两关，那是的我早的为为国父，曹操我的方，去吧，为你万岁！是岁。哎呀呀！我也是一夸夸去万岁，送去死后。这两人倒不是宋红万岁死罪。哎呀，万岁！宋红配着皇爷，过你仔细一笔，我万岁明正点名。国王休得无言，宋红为国执法，何在之有？宋红，你口子而退。根根此心，比天可比啊！你我们送去宋红给到何天？宋红岂在当中？司马周将军，宋红也才年他越过一朝，年纪也是。司徒大人，宋红追公寻仇，请放了。南齐生者，万岁！他虽以违抗圣命，不杀宋红，曹丕不及大落了这个了。哎呀！
正你爷爷也让你死个命啊！你可知王家的奴婢放与不放与你送红有何关系？可是你却追王亲不去做的。为了王家的婚事，本来还想男女一方，谁知你不知点居士去杀生之后，你可不要挂个放情啊！不成！来呀，有将苏红绑上银子，速速开刀！是吗？参见公主，残花容颜，我与华生。
烈性冰霜长相守，恰是那草木永枯根里根，松
姓马的，你我基地曾在军中同甘共苦，你还叫我肩膀你？亏你还讲什么同甘共苦？自己像这样的工程都要完成，你们刘家怎为不差巧我？将军，休得忙他，你还是为转边关去吧。不。你有所不知，你兄在闭关击退匈奴，在为草途中正碰上不可，将夫人押剑插剑，被我中途救了回来，你快！
老师静默语，夸些虚事。这要是女的，你关上一条命啊！我心愿隔断安心转。相送为眷你，而我在一则今，而伤身，死也要死得光明磊落。你不要为了我送而误了李将军一死因你。此话何言无情？我也绝不了还生。倒不是碰死不长，与官人共赴王爷生死相随。夫人，夫人，在
天
人马将军好阿爷。这种孙子请表弟随同贵宝见到京城，罢了这将我自来随平生，谢万岁。马爱卿我并未回来，我的边庭中情请何去？七罪万岁，那匈奴来问可别离被没将之退了。啊，万岁！正在为朝途中请神，皇上本知生奴复苏，众黎民百姓异口同声，跪下万岁大恩大德。哦，两位大臣，其实这生奴复苏是宋大人之的本呐。是啊，马爱卿。你得胜回来，为何集中上朝叫寡臣去了一劫？哎呀，万岁！我将为宋大人来启为佛系宋侯万岁！向宋大人也是我朝孤公之臣，在了宋侯，岂不是会滔天中将？夫人们将他的军来见将，那宋侯么？他休得忘记欺君来朝，欺天难容。我看真他不得，这乃真的下诏，岂可更改？皇上的圣旨，末将已经到位，千万岁修为臣他。寡人的圣旨，岂能在那儿摆布？哎呀，马将军，生意是西后而已。如此你们这些人啊！飞天里都为宋大人教求，当着皇上的面有长生福顺，好人都是你们主刀。脑袋哪了？而后放肆！万岁不必动怒，这是公主命令带啊！公主到了发达，将来要向万岁讨喜呢。我才法场之上选择宋红云下前世，我将我再来为宋红应聘。你说什么？再来为宋红应聘？喏，这是宋府的聘礼，请万岁鼓膜。也见聘。请夫人深刻正义，不过天下人为不为道过，是出尔反尔，要君之心岂能忘臣？当初张宋红是万岁英明孤独，如今杀宋红我更不是孤独英明了。常言道，此也是，非也是也。不愧为是三朝老臣顺利别通，来顺子杀为宋红。
自动场的何事？万岁，正气狮子在上，他来为宋红将军。哦，你也来为宋红将军？念他多年不足，公举来请杀他一死。他知道你来之也不了，如今不是杀宋红，而是请宋红。宋红已经入关，这是马爱卿为宋红送来的聘礼。宋时空手里什么宝贝，还比人一包严福。老娘拿来这人聘礼，数不数君欺人用的，不怕红在臣才见把了拿下。谁万岁，若真正是什么君子，只怕天下要大乱了。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？万岁，你快快才明白了。万岁，岂能三不多呀？快去把俩拿下了。我俩春节万岁。王金平生，万岁，你我是要使你的归堂来了，妾身本是见驾我之万岁。朕生气，三姐，朕的救将真为一别自己千年准子所选宋司空，官得上天。宋司空官得上天。你等阴间司有人作证，夫人。
亲，母子万岁。宋爱卿，受惊了啊！想不到我的救命恩人就是爱卿的结发之妻，你为什么不早失礼？万岁，一人之间，今日也不当人，恰是为何？施恩王后，鞠躬要从，岂是丈夫所为？放心。不是不上教育陈不成，自称他超难挽回，但谁呀正下中间分也。为记得发长遇着马将军，才得知他本国狂，为了别婚，竟背着万岁强逼陈不成作为娘娘。这被马将军中途居下陈不成，万岁就见不到恩生了。他本国狂，你几分公平寡人给到何才？万岁！哎，万岁！国狂也是为了你还有何言动口？来，卸掉他的棍带，革去我们这郎之责，废为死命。你为公阿妈爱卿，多亏你救了陈夫人。送来此报，是真也巨大错。万岁，马将军在法场为生时空炮弹不平，正来中国一代换色两家。哎呀，公子是哪里话来？这才都有这才只相配理，奇怪。哈哈哈哈哈哈！众卿听了。三林的家集中的真天理付在心中，曾以为富不一交贫无言，贵不一妻路穷算与天
伤心意，为民立法，是国风。咱早已写好了。哦，夫人，请您开始。贫贱之交不可